喂，介紹完4色彩繪膠正確用法之後，今日我哋嚟實踐一下啦。今日要畫卡拉希嘅粉紅兔兔，順便畫埋輪廓線，即係描邊啦。第一件事係拎大量嘅12號粉紅色，隨心推一個圓形先，因為兔仔嘅面型咧係橢圓形，咁聰明嘅你就知道將左右拉闊就搞掂啦。記得啦，我哋係將 gel 推出去，咁個邊緣咧就唔會甩甩咳咳啦。之後就到耳仔啦，定咗位先，再拎大量嘅 gel 從上而下壓落去，耳仔就會慢慢變闊，一次唔得咧就嚟多一次，慢慢嚟，直到滿意為止啊！記住，我哋照燈之前拎走多餘嘅 gel。中間嘅白色部分同埋左右面紅都係一樣操作，又係畫圓形啊！可想而知，學識畫圓形係幾咁重要嘅。嚟緊會上架3款唔同長度嘅勾線筆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到網站選購。乜都冇諗，第一件事點咗個鼻先，之後就到最難嘅 W 嘴啦。而家我就用緊10號筆，毛係最短嘅。之前都講過啦，短毛嘅轉彎速度比較快，今次用嚟畫 W 嘴咧就最啱啦。W 嘴嘅步驟可以睇翻左手邊白色嘅框框。如果有信心嘅，順便點埋眼線照燈。唔需要描邊嘅話，填翻個粉紅色嚟就完成噶啦。好，我哋換翻支11號筆，就比較長身啲嘅，咁啊可以開始第2難嘅步驟啦，就係描邊。如果唔記得點樣練習同埋技巧，可以睇翻之前嘅片啦。簡單嚟講呢，又係畫圓形。今次只係畫兔兔輪廓描邊，相對就比較簡單，只需要考慮條線嘅粗幼一致就 OK 啦。多啲練習之後就可以挑戰畫動漫，到時候線條嘅粗幼變化就要注意啦。有機會我哋連埋俾你一齊講。